在您和那个仁波切的那个对谈里头，我听到，因为我们平时都老是听的是闻思修这个三个字，但是在你们那个对谈里头，我听到那个见修行，那就是闻思修和见修行里的这都有修，这两种修有什么不同吗？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这个范围不一样，只是范围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说法嘛，就是所以这个它的范围稍微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亚洲、美洲、澳洲、欧洲什么洲，可是都是区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些分的时候的一些个别的细致的概念和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广的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我觉得用这种解释可能可以的。那见修行的时候呢，它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见呢，就是我们的闻色修的时候的这个所有的见地，就是见。OK，所以有时候这个闻思修的话呢，我们从空性智慧来讲，空性可以闻、听闻，然后再思维，然后修，那就是这个见地的见，就是在做闻思修。然后呢，这个就是修的时候呢，这个闻思修和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闻思修的时候呢，它是整个的这个见地的寻求的一个过程来算。这个见地就是你说的正见，空性正见的见地。那他寻找这个见地的过程当中，先要闻思，然后要闻和先要听闻，然后要去思维，最后就是要修。那这就是闻思修。但是见修行是什么呢？你透过闻思或透过敲觉所了解到的这个境界，这个见地就是见。这个见地又继续的这个不断的去训练联系，无论是文色的方式和修的方式都可以，反正联系的概念，这个时候的修是联系的概念。比如说这个联系就是修，那修主要是那个时候的修是打坐禅修禅定来修。行是什么呢？有点像戒律啊，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出去的时候啊，该做的时候啊，我行这个行动有关系的。比如说见是什么呢？你透过闻思和敲觉，你的这个正见就是见。明空不二啊，大圆满呐，大寿印呐，空性呐，中观的这个见就是见，绝对这就是见。当然，我们说相信因果，相信前世今生也是你的见地，也是见。这是实境和出世境的见。然后呢，因为你有了这个见解，然后就是其实是我们的实修要符合你的见。比如说，你知道拉萨在北京的应该是西边，你相信就在那边。然后呢，你坐飞机也好，开车也好，你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那就是修。行那个时候为什么单独呢？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门拉里巴的道观很多里面确实有讲到兼修行。行呢什么呢？你这个修的话呢，在生活当中也好，我们有一些规律、节律，就是节律就是行，知道吗？
或者这种我们需要一些规律，需要有这个信主做的这个一些原则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利益他人的事情也好，自己的一些约束，这些就是香。所以它整个的分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并不是矛盾的。所以呢，见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你学佛的时候，第一个呢，从世俗谛的角度的因果业力、前世今生的这种信念、相信的这个，你相信有这些，这是你的见地。从神义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说一切主无我，还有这个如幻如梦、空性，那是见。见是其实是最根本的，你没有见解其实是就是没有基础了，基本上。所以尤其是大乘和金刚乘里面，见很重要。然后修是什么呢？这个见呢，因为现在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那种文色的境界，这个完全要落实了。这个你的思想上的了解和实际的你的这个生活要融合，那就是修。那就是行是什么呢？就是协助完成这个事业的一些我刚刚说的那种我刚刚的用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规律，或者就是节律，或者我刚刚用了另外一个用词啊，然后这是间修性，对不对？间修性，还有间修性加上还有一个叫果，其实有4个的，这是有时候是我们这个大功叫什么？所以3句纪要还是3句纪要，你听过吗？这个大圆满的一个教法里面，它就是将间修性果来整个的这个框架，就是这个间修性。见是什么呢？大瓦隆清的这么言，就是这个浩瀚的这个法界，你这种这个境界就是大瓦，就是见。光把境界，我这就是要智慧和慈悲上云的那种修行，那就是修。那修持利益他人的事情呢，你就是其他的一些行住坐卧当中，光这个利他性、行持这个六度，那就是想。那自然获得的这个成佛的果位就是果，所以性见修性果，整个大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道次第的概念。闻思修呢，就是其实是相对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的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部分的，专门去那个你就是比较更具体一点的，比如说你在学这个入性论。那才是闻思修这个说法了，所以你看这2个的这个一些分法就不一样啊，有不一样。间修性的范围更广的，那就是闻思修是其中任何的，你从哪里着手就开始闻思修，闻它、思它、修它。但是主要是这个是针对这个学习过程来，闻思是学习过程，所以呢，见也要闻思修，闻思。修也要闻思，那行也肯定要闻思。你看这个呢，就是一种间修行要的话呢，都要闻思。为什么要见要闻思呢？我们的无我空性是不一个空不一色是什么？那我们通过闻思修要了解。修是什么？那我们修持大坐禅修冥想怎么样观想，全部都是要闻思修。所以这个闻思修变成这个间修行这个实践的一个方式，以后一个次第，一个过程。心也是，你要利他心的话呢，不能盲目啊，要有智慧啊，所以要闻思修的。了解了吗？明白了吗？明白了，看护，谢谢看护。南无